以火中取栗方式投資，其實只係一場靠運氣嘅賭局。而喺一個跨越10年、價值200萬美金嘅真正賭局中，巴菲特就證明咗投資可以係穩定增長。佢選擇平淡乏味嘅道瓊斯工業指數，就已經有平均每年16% 嘅回報，輕鬆擊敗前嚟挑戰嘅對沖基金。其實同能力同運氣無關，簡簡單單嘅指數投資已經足以帶你跟上世界經濟嘅成長步伐。唔單止咁，面對市場嘅起伏同波動，定期投資嘅良方最適合為時機猶豫嘅你。忘記火中取栗，投資其實係一個雪球同斜坡嘅相遇。世界嘅斜坡已經準備好迎接你呢個雪球，或者你選擇投資一齊成長嘅美好生活。我哋亦建議唔好錯過可以改變世界嘅科技，或者投資嗰啲強勁嘅增長。李華星投資全球嘅指數基金同優質指標股份，收穫成長嘅禮物。投資本應如此。